聯決賽，巴黎聖日耳門對國際米蘭，可能佢哋兩隊唔係最有名氣嘅球隊，但相信大家都會認同佢哋兩隊絕對配得上決賽嘅席位。呢次亦都係佢哋兩隊第一次喺正式比賽交手，一交手就係巔峰對決。咁到底呢場比賽有乜嘢要值得關注呢？我哋依家馬上睇下賽前戰報啊！最高效嘅壓迫球隊對住最穩固嘅防守，兩支球隊都掌握住對方嘅命脈。到底係國米能夠維持紀律，把握轉守為攻嘅瞬間，用傳波去撕扯開對手嘅高位防線，抑或巴黎聖日耳門嘅三叉戟能夠做到猶如也馬一樣驚人嘅表現，去徹底摧毀國際米蘭嘅後防呢？呢個拉鋸將會係決賽嘅關鍵。但若果再從細節睇深一啲嘅話，邊路可能先係比賽交鋒最激烈嘅位置。喺四強嘅時候，巴塞隆拿嘅死因正正係因為冇辦法守死迪馬高斯同埋鄧費斯兩邊嘅邊路側擊。而國際米蘭今年透過傳中已經創造咗10個入波，係歐聯靠住呢個手段入波最多嘅球隊。但今年巴黎嘅二閘都絕對唔能夠睇小。夏基美、文迪斯今年淘汰賽呢兩隻閘已經參與咗8個入波同埋助攻，但你以為佢哋真係只攻唔守？咁你就錯啦！佢哋連今季大熟大用嘅沙拿都能夠放喺口袋。喺回防嘅時候，佢哋速率亦都非常之高，兩閘嘅質素絕對唔會輸俾國際米蘭。所以如無意外，呢場比賽嘅邊路對決都會相當激烈。但除此之外，仲有好多枝節可能會影響呢場非常接近嘅決賽嘅走向。當中當然包括國際米蘭嘅死球。我哋都知道，當拿龍馬並唔係應付傳中最好嘅龍門。咁國際米蘭嘅高空攻勢會唔會喺繼4強之後再次發揮奇效？佢哋嘅韌性又會唔會克制到巴黎唔集中嘅 DNA 呢？同埋我哋喺決賽都唔係冇見過龍門扭轉乾坤。所以兩位今季歐聯發揮非常出色嘅門將嘅表現，可能都係決賽嘅關鍵。歐聯最後嘅高潮，決戰安聯球場之巔，歐聯之王嘅名號花落誰家？今晚自有分曉。